双十连假上尾一天，国道5号甲雪山磅空拢出现塞车情形，上北的车爱到下暗9点以后才会较少。另外，高雄的蚵仔寮渔港，平日假日时啊，都真侪人来定塞车，停车位嘛无够，引起批评。车因为停等红灯排真长，高雄蚵仔寮渔港每一摆到周末假日，人车拢真多，造成当地通港路往台17线路段拢会塞车，引来部分民众的怨言。一只食饭的等于拢塞车，六日伫通港路去抓，停车不方便，那个停车场还不够。游客认为讲停车位伤少，因为昨日下晡渔港人也无够上多时阵，去市场头前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啦，汽车只能排队等入场。民意代表甲民众拢希望改善周边交通甲停车的规划，互观光景点更加优先。交通局调整通港路标线，采东向双车道、西向单车道配置，增加通港路路口通行容量。长期由新工处加速中正路打通原港路工程，同时也评估联保西南侧临时变道的可行性。高市府建议改善方案，也过毋若高雄、国庆连假最后一天，各地拢出现小假的车流。高公局讲，昨日是国道上北车流上多的一天，有高国道全线全日交通量会达到112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.2倍。今天是北向的尖峰日，北区的部分在国道1号苗栗到湖口路段、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路段，以及国道5号的宜兰到坪林路段，在晚上9点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。观光局评估，上北车流到暗时9点了后才慢慢消退。事实上，国道5号早起大约是10点就出现车流，雪山磅空更加塞大约4公里。北向通过量比112年国庆连假增加8%。高速公路也实施引导移控管制，国光局提醒用路人加一点耐心，避开塞车路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